南投县政府是伫德山来打造县内第2间的精神障碍者的据点，或者的精神障碍的朋友会当做伙合作、做伙学习来学习自立。选日式炒面大家做伙讨论中道的菜单，并且分工工课。这是南投县第1间精神障碍者合作模式据点——自由会所。因伫遮生活会互相合作，摒扫会所内底环境，做文书的工课。上重要的是，大家伫遮拢会开讲，互相提供心内支持。跟会员之间的相处，也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然后可以把这里当成我们的另外一个家。自由会所目前服务56位精神障碍者，当中有13位是长期稳定咧参与。成员组成线定位，会所服务的人数莫伤济，品质才会好。承办会所的南投县康复之友协会，嘛望县府投入偌济资源，因为目前会员是用爱心卡坐车，一个月1000块的补助，若用了就无法度来会所。会员数不用收得多，就是可以让职员更了解会员所需要的东西。身障证明是可以有一个爱心卡1000块的部分，那使用完毕了，然后就没有办法再过来会所，其实也是蛮可惜的。南投县政府表示，未来嘛会想办法找主线单位，让精神障碍者会当稳定参与据点活动。阮会积极来媒合业者来观察来反映中央来看捌的那会当来缩小迄个会员数，对于服务品质可能有较有帮助。因为服务精神障碍者的第1间会所服务效果不济啊，南投县府嘛伫德山成立第2间据点合作地方会所。南投县府表示，等第2间营运稳定了后，未来嘛规划伫南投市或者是民间乡，各新增加1间服务精神障碍者顺利伫社区生活。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